继续咱来关心，伫台中市2日的时阵，发生有一架公车弄死东海大学一个查某学生交通意外。事后煞是传出这个公车的司机，那像是甲弄着了后，搁甲告过这个学生才会来死亡。警方这边是搁一届甲相关的证人证实，要来理清事实。市长罗秀燕嘛有来视察，也若东海大学昨昏有办追思会，嘛发应有毕业证书予这个学生。东海大学自讲下晡，替予公车弄死的姓林的女学生办追思会，除了亲友，还有未少的同学来参加。校长也颁发应付毕业证书。修业成绩及格，授予商学学士学位。2日暗时9点外，规业公车位绿川东街马岛华中山路，所弄到咧通过行人穿越线的2个东海大学女学生，其中姓林的女学生现场就无喘气心跳，送医抢救，医院当场救无倒来。家属根据到庭前受伤女大学生的讲法，这起姓史的司机调处了后，佫将公车向前驶，才造成姓林的女大学生死亡。警方这边也佫电讯相关人士，为了进一步厘清真相。本分局已经在昨日第2次传唤目击者，也就是这个受伤的女大生制作2次笔录完成，另外也制作目击者证人的笔录，近期将在约询肇事公车司机，进一步厘清案情。警方表示，目前除了调公车顶悬的影像甲记录以外，也继续调周边监视器影像甲伫现场看到人，希望因还原真相。意外发生了后，台中市府为自5开始展开无限期公车大执法。市长罗秀燕自较早起也到台中会车头前的大路口巡视。台中是一天要开出8000班的公车，那所以。有造成事故，当然是一些零星的事故，但是即使是零星事故，我们也不容许，因为零星事故还是可能会造成伤亡，那每一个伤亡都是遗憾。罗秀燕表示，已经连续几啊天巡视公车大执法的状况，经过市府观察分析，台中市公车目前有无每让过路人、弄红灯加凊彩换车道这3大问题。交通局甲警察局会针对问题强力执法，也要求业者爱改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